后来，咱的乡亲若要买厝，都要小心这个契约可能有陷阱。都有人家己原来真情，讲甲大间建设公司来买2户厝，在验厝的时阵发现有欠点，所以对方就无爱甲因会面，要讨资料嘛讨无，只好来拍官司。想袂到这个诉讼也咧进行，这个厝就去互过户了。无非这个建设公司甲这间厝卖互2个人。长期协助真情人的消保官更加来痛骂讲，这建设公司的契约真明显，对消费者真不利。那是我一辈子的辛苦钱，你拿1500万拿走了，然后又没有把房子还给我，你这太可恶了。哪讲哪靠7年前甲大建设公司买2户，却是厝甲钱拢无去。除了1500万被没收，建设公司嘛伫解约后已经将厝过户出去啊。9月8号还去开庭，然后从上面的记载写的是9月16号移转，企业责任、企业良心在哪里？提出前后相片一个比较，老尾顶第2摆施工，市政府嘛有公文证明讲这是违建。2年外前有去真情，消保官嘛有协调，对建设公司真不满。不管经历过多少的议员协调、立法院协调，不但不出席，出席了还拒绝签名。这边我要严厉谴责，这是第一点。国泰建设非常可恶，甚至可耻。我这边严控的警告，真的很可耻。一个律师代表来，竟然没有说未被授权，不敢签名，丢脸。消保官点出问题，像付款的条件不利消费者，大建设公司主张讲契约自由原则，因为一般人哪会办？而且当初签约嘛无5天的审阅期。这么严重的瑕疵，国泰建设你就一直逼着叶小姐要去诉讼打官司，还没打官司你就被罚了1500万。你诉讼之后呢，你裁判费、律师费还要3审，你被没收多少钱？1500哎，你还花几百万去诉讼哎。大建设公司发表声明表示讲，双方经过几个摆协商都无结果，即依照契约内容解约了过户，无一间厝卖2组，已经告这个真情人妨害名声。